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哦。有人讲吼，这个民主袂当做饭来食吼，但是无民主，你连饭都无法度食。咱看到讲，香港即阵一国两制真正是乌有去。本地的香港人一直要决心讲，争取到这个真普选，会当选出家己的这个特首，实现香港人治港这款这目标。但是小连说咱看到吼，中央好。香港政府也宣布，甲你没收起来吼。即阵讲，或者是爱国者来治理香港，爱效忠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吼。透过即款这选举方式哦，大来改变，互你要食拢总无吼，真正是国际上的这个大笑亏啦吼。那么看到讲吼，中共这个全国人大常会啊，透过修订香港特首甲立法会这个产生办法吼，做全流程的这个修改，要审理通过香港这个基本法，咱看到做附件1甲这个附件2啦吼，真正。要修改掉这个咱讲产生的这个方式吼，影响到的是规个买手香港未来的这个政治版图。咱过去吼，寄望伫咧反送中这个运动，看到哇，真个民主的这个声势，规个是称悬。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反民主派伫咧顶回开会大会，这个选举的时阵是大赢。但是咧，咱看到讲中央好，香港政府也好，甲你缩案吼，透过这个选举方式吼，要甲你往中来去阻挡吼，甚至延前到这立法会这个选举的这个时程吼。即嘛透过这款选举制度的这个控制，要压掉香港民主的这个发展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本地这个有界别之分吼，4大界别1200个委员来组成，这回增加300人，来到1500个人吼。扩大就是这个第4界别甲第5界别，看起来这人数是增加，但是简单讲起来，这增加拢是爱有共产党背景的这个人吼，爱效忠着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吼。所以咱讲这规则拢是中局，还是讲香港政府你咧定的吼，裁判嘛是你咧做吼，真正是笑亏啦吼。有影咱嘛过去讲到吼 ，DQ 吼有挂这个选举资格这个部分啦吼，互你即阵 DQ 无法度这个资格来去选举，但是即阵佫要建立一个严格这个候选人这个资格这个审查吼，咱看到吼这个审查委员会佫要直接吼来去做一寡这个成立的这个部分吼，所以若是讲吼这个背景吼无适合，伊就先甲你抬掉拍掉的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香港地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个设立吼，这回是这个。全国人大决定新的这个机构啦吼，但吼咱讲到等于是彻底要消灭掉民主派伫立法会这个影响力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就要来看讲吼，香港的未来甲国际社会，先毋是会当透过这种制裁力量吼，互香港各一摆来转变，还是讲真正民主已经无回头路啊？现在要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要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同款嘛是咱的律师桑普律师了。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要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要请台湾基进通讯东部执行长那树坡。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是啦，3位拢是这个老朋友啊，但是咱一直咧讨论哈，自咱节目第1集哈讨论论坛开始，就是讨论香港议题。本早看起来反送中运动会当200多万人行上街头，但是即阵看起来民主真正是倒退路啦吼。本早有咱讲的5大诉求，欠一个都袂使。但是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和这个运动的能量拢消退去啦吼。啊，真正咱看到讲吼，这个本地伫咧第13届这个全国人大，本地讲要啥？完善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选举制度，有即款的这个决定哈。但是尾后哪来哪看哪奇怪，就是这个裁判真正是你咧做规则拢互你定，啊，就是要咱讲吼定掉这个反民主派声势撑起来这部分啊。咱来看讲吼，这投票安怎投出来吼，安怎影响着买手香港的政治版图。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周全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加附件2的议案。香港选举制度有重大变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签署75、76号主席令，在3月30日开始实行。赞成167票，宣读完毕，通过。授权了后，香港立法会席次为70席增加到90席，立法会席次比改做40比30比20。40席是选举委员会成员，30席功能组别议员，20席地方议员担任。负责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会增加到1500人，增加第5界别三都区议会席次。特首候选人提名刊站5界别当中，至少有15位选委提名，每一个界别拢有人。落實愛國者治港嘅政治體制。我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係堅定支持
特首林郑月娥开记者会，替小笑表示肯定因待修订香港选举限制未来香港新政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由港府主要官员担任，要确保参选者拢是爱国的人。有志去参选的人，无论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或者是立法会都要经过这个审查委员会。这个拥护效忠基本上也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審查。將所有過去20幾年嘅一啲民主進程係一次過壓縮翻晒咧，其實呢一個係非常之可悲嘅一件事情。爭取一個普選嘅朋友，呢一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失望，亦都係令到大家好傷感嘅一日。港府目標在4月中提交條例草案，立法會也要加開會期，希望在5月底完成參讀通過，6月選民登記。這屆立法會會繼續運作到10月中下旬，年底會做改選。記者綜合報道。是哦，已經是無人講這個香港人治理香港吼，即陣是愛國者來治理香港吼。什麼是咱講這個愛國者咧吼？真正效忠着咱講習近平也好啦吼，啊真正是向着北京政府。所以咱看到講林鄭月娥嘛講吼，袂因為這個民主吼就無愛國啦吼，當咱看到講民主派就等於無愛國吼，對因非常無公道啦吼。但是咱講伊是安尼背回，但是有人就講吼，這個一國兩制早就無去啊，親像咱這陸委會啦吼，真正這個就是假啦吼。另外英國外交官吼，伊嘛有講啥？因講吼，即個違反着中英聯合聲明吼，破壞香港人自由。咱嘛看到講吼，即陣佇咧英國的這個羅冠聰啦吼，伊嘛講着吼，建議香港立法會直接改名，這是香港人民代表大會啦吼，直接會當穿這個白衫入場吼，啊，廢除着這個英文的這個官方語言，啊，所有代表攏愛效忠這個習近平主席啦吼。所以安尼講，真正嘛有理啦吼，因為恁的這個會這個民主已經是咱講吼。这个争吼已经是死亡了哈，你安怎看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没有希望的一天。3月30号，你看得到人大常委会做出这个决定，虽然都已经吹风吹了很久，但是这个决定一旦做出来，就等于说是对香港政治制度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大家看得到，它的问题是卡在就表面上卡在3个地方。一个人你如果想去选举，一个香港人想去选举，第一个你可能选说，地方的议席能不能够去选？你第一个选举委员会拥有一个最后的提名权。OK， 刚刚讲到这个图上面哈，你看到有4个不同的界别。那现在它新增了第5个。OK， 就是中共支配的。OK， 人大政协后面想说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是讲什么呢？是讲说全国妇联啊、青联啊、文联啊、工商联啊，还有那些中国作家协会等等，都是党员，所以全都党员。你要在任何的选举里面，立法会也好，特首也好，要拿到一定的票数，特首要拿到15票，他们好。那还有那个立法会选举、地方选举也好，功能组别也好，其他组别也好，都要拿到他们的2票。如果他们摸你的头，意思是说他要统战你，对不对？那你可能被同路人说是廖北亚，对不对？那如果说摸你的头，你进去，那你如果说你不爽呢，就是说他不爽，也可以 DQ 你，也可以把你那个去除，这个第一关。第2关就讲到说审查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那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更夸张了，所有人都要接受到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特首的候选人、选委会的候选人、立法会的候选人都需要。那这个审查委员会先有香港的警察，有国安处，香港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加上第3关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确定才能当选。当选2、3、4，你只能当选成为直选议席的20席其中之一。依照就是可能1/4都不到。OK， 那个90席全部嘛，40席都是选举委员会选出来的，30席呢是功能组别，都基本上大部分都根本是很难去做任何的作为。所以可以肯定，香港现在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完全摧毁掉，比日治时期的台湾跟白色恐怖国民党时期的统治台湾还要离谱，因为当时都没有说事先用这个方式来筛选候选人，所以现在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教训很简单，千万不要相信1国2制，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给你的承诺，千万不要相信独裁者可以跟你春暖花开，他不会跟你去战略性模糊，只有你愿意去战略性模糊而已。OK， 所以真正是咱讲吼真
负面的一种面对着这个香港的这个未来吼，也是较悲观的这个想法吼。因为咱头拄讲到，透过这款选择这个改变吼，你想要安怎去选，拢无法度来去真正吼代表你的这个声音发声啦吼。尤其咱讲吼，这个资格这个审查可能吼，若是经过2关，有的人就讲哇，你去这个阿强啊，去无这个蒙头啊吼，代表你就讲你即阵是甲这个中共的共路人吼。即阵咱嘛有看到新闻讲，真正反民主派这个咱讲可能要参选的这个议员已经大来去落港啊吼。搁一届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张图啦吼，真正真重。过去咱看到讲吼，伫咧界别吼，因为这个选举委员会内底有分做4届啦吼。过去有工商、金融界，还有专业界这个人士，还有这个劳工也好，社会服务，也是讲宗教等等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就是这个吼政治界这个人士啦吼。这回吼咱看到这佫是维持的吼，这1200个人，新增加是这300。这300个就代表是啥？过去吼，咱讲吼，这无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去看头拄仔这个桑普律师有讲对，伊遮可能拢受这个中共这个一寡这个背景，香港人大啦吼，还是讲香港政协，还是讲有关系这个全国性的，无论你是什么连吼，拢是代表这个部分吼，但是因拢受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背景吼，所以你要安怎选，还是讲吼，这个选举委员会这产生吼，拢爱经过因吼，所以咱看到原本300个这个界别，即阵1200个变1500个，看起来是增加。但是咱看到讲吼，新增加这第5个这个界别吼，这300个人吼，拢受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背景。另外，要提悬到这个特选。特首吼参选人这个坎啦吼，咱讲哦，特首这个参选人原本需要150人的提名啦吼，即阵爱增加到188个啦吼。另外民主派占优势吼，117个这个区议会席处全拢甲你取消去吼，改由政府委任，也是讲这个地方政府成员来去做监的吼。民主派这个优势这个组别吼，嘛自这个60席吼，剩30席吼。咱嘛讲到这个选举委员会本地吼，甲选出这个特首吼，即阵会当推出到这个40席的立法会这个议员吼，自这个选举制度铁头铁尾，拢甲你吼踩有叮当吼，袂叮袂当吼。咱看到讲吼，真正的这个部分吼，代表是新的这个选制吼，已经是代表讲这个香港真正变小想要民主啊吼。未来这个泛民人士吼，伫咧第一关新成立的可能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下有一张图，可能就会当看到吼，真正咱无法度来去伫咧第一关吼，有的审查就互你卡关的吼。这代表是啥物意思？继续请教建中老师。是，咱看到吼，其实对中共来讲，伊讲伊毋是无民主，伊这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哦，这甲西方是无共款的。是。过去西方拢讲有选举，这较有民主。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伊是安尼讲的。是。这共产党是有协商民主，但是啥物是协商民主？是团结伫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党派。咱看到过去内底伫中国政治内底，人大甲政协。这两个是伊上重要的组织。是。过去内底，咱看到在咱伫97咧回归的时阵，咱看到迄个时阵，足侪香港人对对所谓迄款中国民主化，伊是有一寡想法的。所以咱看到当年在咧97的时阵以后，咱看到当年伫维多利亚公园，咱有看到迄个因的伫遐集会，伫纪念历史。咱甚至有看到。当中国大陆发生水灾、发生地震的时阵，足侪香港人拢捐钱来来对中国来表示伊的关心。但是咱看到到尾啊，这民主回归的这主张者，咱伫中共伫港版的国安法出来了后，尤其即届立法的修法了后，其实咱看到这民主回归的这想法，其实已经大梦初醒。特别是咱看到吼，即届立法的修法内底，咱看两件代志。第一件就是中共对于家己的民主足无信心的，对伊的迄个民主的迄个组织的部分是足无信心。第二个部分，中共实在是足阿爸。过去内底，佮互你讲一寡话，佮互你处理一寡代志。咱看到，其实咱还看到，即个选择改变的内底，其实咱会看到一个部分，就是。参选的意愿会愈来愈低，这是对民主派来讲，这是参选的意愿会愈来愈低。但是对亲中共的迄种建制派内底，
因为参选的迄款意愿会愈来愈悬哦。是，这是无共款的想法。但是第二个，咱来看香港的人民，伊的投票意愿会愈来愈悬，还是愈来愈低。其实我接触到足侪香港的民众来讲，以后免投票啊，其实因为安怎投拢共款，安怎投拢共款。是啊。只是讲咱看到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内底，其实咱想要互全世界知影的，就是讲对中共来讲，西方已经开始甲制裁，西方已经甲抵制。但是看到中共悠然无任何对香港妥协的空间，尤其是咱看到吼，咱伫今年3月初的时阵，有两会在开会的时阵，其实有传出一个风声，就是讲中共要伫两会顶头、人大顶头要立所谓国家统一法，国家统一法，这就是包含伫台湾在内，另外一个就是要修这基本法的附件。附件1甲附件2的部分，但是咱看到的讲，西方已经遮尔侪反对，包含英国、包含美国，甚至于咱看到伫美中伫阿拉斯加的迄款会议进程，咱看到美国根据迄个香港自治法内底去处罚迄个包含恁迄个特首在内的遮官员。但是中共完全拢唔惊，伊嘛是共款叫人大继续来做这硬要做的对吧？硬要做的，所以咱看到中共真阿爸的部分，尤其咱看到的部分是讲，过去伊对世界迄款允诺，其实咱看到是足侪拢是掠破，拢都无迄款守信的迄款概念，所以咱看到的是讲，其实中共的迄款讲法，也是伊要甲你签啥物协议，其实拢袂使相信。咱看到香港，咱看到西藏。咱看到新疆，其实拢共款，拢是共款的物件。伊讲的话袂信任，甚至你甲伊签的物件嘛袂当变成历史文件。所以你看到的时阵，其实对迄个伫香港的一国两制内底，讲要互台湾来运用，这实在是足好笑的。所以咱讲对中共来讲，伊即摆足有信心的，伊会当平视世界。所以伊会讲伊的中国民主是会当为。甲全世界西方民主来做迄款制度的迄款竞争。是，咱继续请教苏波哈，苏波私底下有先讲哈，这个香港哈，这个过去啦吼，真繁荣的这个世界，但是中共为什么硬要甲吹好粗残、吹好死，变成一个区啦吼？伊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功能已经失去啊。到底中共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咱安尼看吼，时间是为头前一直过，不过历史唔是。吼，咱来看讲。即个香港民主的目句，其实就是独裁者的进化啦。哦，独裁者愈来愈进化，不过咱的香港的民主就是愈来愈倒退。即中间来讲，咱看讲，其实未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免投票啊嘛。因为你安怎投都无效啊。是啊。伊个制度顶悬，伊会设限制，一条一条限制落，其实是讲变成一个中国式的民主。不过咱了解讲，中国式的民主，中国式的选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实咱讲这名称是讲中国，不过咱看伊的内容嘛，伊的内容其实是中共式的，中国式其实是中共式，其实是共产党啊，共产党的方式。是啊，甚至讲这20年中间，咱会看到讲，已经不是中共啊，其实是习近平这个人，他本身，习近平一个人决定中共的行方向。OK， 所以这对。未来就讲，咱来看中国问题，现在变成最大的刺激，就是讲，其实伊个制度顶头是党国资本主义，党甲国家是合作伙，其实是讲社会主义，不过伊其实是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啊，另外一部分去看，其实伊是行一个中共式的封建的制度嘛，就讲即马讲较简单是中国即马就有皇帝啊嘛，只是讲你无讲这人是皇帝。不过，其实伊的作为、做法、伊的权利，吼，伊的要创啥就创啥，其实伊就是皇帝。那这部分咱对即马来看，对香港的民主，简单来讲，其实咱会使讲完全免期待啊。OK， 吼，嘛无信心啊，吼，无信心去啊。对 ，OK， 咱就讲到吼，这个咱讲全球这个社会啦吼，发出制裁声音嘛，头多这个建中老师嘛讲吼，这个国际这个制裁日头吼，日头还搁甲吹落去啦吼，这是讲真正国际的声音，也是对中共
有当时也是会疼哈，但是咱搁回顾一下，咱看到讲吼，北京虽然这回来修改掉咱讲的这个选择吼，进前虽然讲吼，这个特首和立法会无法度真正透过这个真普选一人一票安尼选举吼，但是咱讲伫咧规个这个整个这个选民伫咧选举头顶也是有这个优势吼。譬如讲啥呢？咱讲吼，香港主权吼转移以来，咱讲选民伫咧立法会甲区议会选举头顶哦，整体比例也是讲投票率吼，会当60%吼。对抗到这个建制派哈，差不多干那4成哈，6:4的这款这个比例啦哈。咱嘛讲到，伫咧2016年这立法会这个选举内底，咱有看到讲哦，这70席的这个部分，迄当阵选民哦，有人讲是摕到29席，有人讲是30席啦吼。咱讲哦，这个19席分别是这个分区来直选，有公领组别的吼占10席吼。伫遮咱看到讲公领组别伫这选民遮是大大来增加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过去选民阵营吼一直咧争取普选，所以咱讲吼。无重视咱头拄仔讲的这个间谍选举的这个功能组别吼，每次咱看到讲伊的这态度是豆豆来转变。咱讲吼，伫咧专业界别头顶啊吼，咱迄张图去看到，更真用心嘛吼，嘛成功得到法律也好啊，教育、医疗，也是讲社工这个会计等等这个实处啦吼，嘛扩大因伫咧立法会这个基础。所以咱看到讲吼，2019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爆发了后，这个头拄仔咱讲。选民这个声势是增加吼，伫咧区议会吼选举者嘛，是咱讲吼，这个议席席数是大大增加，但是咱嘛看到讲吼。本地2020年，伊嘛有真大这个决心，讲要参加到这个选举吼，35+，这个 plus 会当吼来去过半，但是即阵75席本地要5万讲35席过半，即阵吼，甲你增加到这个90席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有3个部分来去讨论吼，都是咱讲的这个选举会这个提名权，有这个资格审查，有这个比例无到1/4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头拄也讲到这个。选民伫遮，咱头拄也讲的这个参选的这个资格，也是讲意愿减少，但是吼，因安怎去扩展因的这个运动的能量，咱继续请教律师。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能量以后要怎么去维持，是一个很大难题。你看看这个最后要70席变90席的情况。以前那个戴耀廷教授还有很多主吹35加，问题是希望能够用现有的体制可以扩大。但现在因为刚刚我说过很多资格审查的要素、国安审查的要素，还有各个那个提名权被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上，基本上能够做的东西不多。那等于一个民主花瓶。放在这一个90席里面，所以刚刚看到罗冠聪刚刚说到香港人民代表大会有这样的聚会，但是他有说是不是港独的一个声明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很肯定这跟中国的人大越来越类似。那这个选举能量要怎么去做？我觉得宏观上来讲，这个已经是常常讲的2次回归。因为97年那一次所谓的回归，我们说的主权移交。基本上是不彻底的。在共产党的了解里面，他觉得说你只是归还了那个主权，但没有归还治权。他要把治理香港的权完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他要2次回归。回归要大清洗。你看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怎么做，2020年的时候中国就对香港怎么做。所以这个地方也看得到，年轻人是被驯服不了的。你看到他们都是很勇敢的。主张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共的两难，要钱还是要权？最后当然所有独裁者都要选择权，而不选择钱，因为有权就会有钱，有钱未必有权。所以这个地方他会觉得说，香港的问题有4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创造出来。第一个是离心越来越大，管不了。第二个。会辐射得到中国13亿的人民会有样学样民变。第3个是习派与反习派之间的斗争，反习派杠杆政变，这个是有风险的。第4个当然是涉及到天下为中的问题，就全球有个外部的压力，利用这个来让杠杆。所以我们看到它有妥协空间吗？在共产党的理解中是没有的。No， 它一定要。一打到底，一定要把它香港完全被驯服为止。那运动能量何在？在体制内，我觉得空间不大。我知道台湾有些学者就觉得说，效仿当时日治时代的台湾，或者在国民党在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我们可不可以说尽量争取这个空间，低下头来给他审查就审查去选？但是我看到现在香港整个民主化的气氛都没有这样想象啊，他们都不想。
那不想选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能量可以做？剩下的一个有可能是区议会。但区议会可能被 DQ，就是被褫夺权利很多人。那他们退而求其次怎么样？回归到那个深层的组织里面。现在在体制外的组织一个一个被打压，可能会长于9地之下。就可能说我们做的很多组织跟抗争，要更加细密、更加隐晦。这是在香港的情况。香港以外的我们可以做的比较能够高调跟串联起全世界来去做一些能量。但是我想很多勇者义士都现在在牢狱当中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的血在流，泪在流。我们希望度过这个伤痛之后，再慢慢恢复自己的斗志，在体制外继续抗争下去。有影吼，咱看到讲吼，真济咱讲这个反民主派这个人士哦，区议员也好，还是立法会这个议员也好啦吼，真济拢是去用抓入去。咱看到讲今年2月时阵，香港警察用了这串谋还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吼，起诉到这个民主派这个人士啦吼，拢讲吼，这个区议会也好，还是甲立法会这个争议员吼，拢是这个人吼，目的就是要吼，甲因目睭来反中也好，乱港的人吼，拢总排除伫咧香港特区这个管治的这个架构以外啦吼，咱嘛讲到吼，过去香港人吼真正真积极来去争取到真普选，如今咱看起来真正是这个永远落空啊吼。继续咱个请教建中老师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吼，这个习近平这步是要做啥看？对内吼做好家己国内内底看，啊对外佮做好这个全球这个世界看。对内部分是啥物？对外又佮是啥物呢？是，咱知影吼，在基本香港的民主运动总共有3条路线。第一条叫国际路线，然后咱看到即摆足侪流亡在外这香港人，伫迄个各国的迄款议会内底，希望争取大个国家会当支持，会当支持。这是第一条路线。第二条就是议会路线，咱看到。这香港基本法的迄款附件开始修改了，其实咱看到议会路线已经无希望啊。第3条路线叫街头路线，街头路线内底其实咱看到吼，这届修法内底，咱特别看到区议会的这款议员原本会当变做选委会的成员，然后会当投票，总共会当摕到117票左右。但是咱看到的是第3条路线叫街头路线，街头路线就是这区议会遐议员，其实因原本就拢是行街头路线，但是即摆街头路线拄着2种的一款抗争。第一条就是即摆有迄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所以无法度搁继续行街头路线。第二条，即摆港版的国安法出来了后，会抓会关，所以根本无法度互你继续搁行这条路。那这3条路线，其实咱看到即摆中共唯一还搁无法度甲倒起来，就是国际路线。所以咱看到讲，习近平对内甲对外，伊到底想要做啥？第一，伊想要甲香港的老百姓讲，即摆中国互你的是有饭食、有厝住、有工课。你说啥物民主政治？我即摆嘛共款互你，但是即种民主政治是我中共式的迄款民主，毋是迄款西方的迄款选举的民主。所以头一个伊就是甲全世界讲，我嘛是共款有互伊民主，但是这是我定的规矩，你袂使来讲你这安尼甲西方无共款。第二个部分，伊嘛是要甲中国大陆的迄款老百姓讲，对伊来讲，其实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年的好日子，绝对袂当出任何四角差。所以对迄个中共的老百姓来讲的时候，即摆是热切在庆祝的时阵，你绝对袂当来家己做有一寡重大的代志。所以咱看到吼，伊对内甲对外来讲，利用香港来甲全世界讲，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拢袂使来我伸手。你袂使伫咧幕口讲起来543，所以颠倒过来就是讲，若是国际社会继续对这个现象，佮继续沉默，还是拢无爱出声的时阵，后壁会更较困难。是，所以咱就讲吼，这个本地的3条路线，议会还是讲街头的，即阵拢吼用什么疫情的这个方式，还是讲吼，互你无这个资格啦吼。即阵剩的就是国际这个声音力量吼，继续甲因挺起来，因为恁讲吼国内这部分无法度去进行啊吼，所以敢若会当透过咱讲的这个国际这个声援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头拄仔嘛讲到吼，40、30、20啦吼，即阵这个比例吼，咱讲吼这个地区的这个直选吼，无到这个1/4啦吼。
吼，所以咱讲真正较无望啦吼，咱嘛讲到真正是压缩着香港人吼直接民主的空间。啊，咱嘛讲吼，这买手已经是无民主啊吼，但是北京互伊叫做啥？啊，这个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吼，听起来嘛是真这个口舌吼，真笑亏吼。咱嘛讲到国际对人权的这个界定吼，国际制裁伫遮，头拄有讲到，可能也有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可能嘛是愈来愈消退去吼。面对这个能量也好，还是讲啊，这个真正参选的这个议员嘛降低，买手啦吼，若是讲国际声音佫无去，香港会行去倒位？苏破。其实这来看吼，咱看台湾的例来看，日本时代其实日本虽然是是民政府，不过伊有基本的法律 ，OK， 法治，那中国当然1949年了后，国民党来台湾，其实伊也要顾虑到美国对咱的台湾的统治的部分的考虑。是啊，中国即摆的目前是，伊就无惊破人啊。中国要去烦恼讲国际欧洲还是美国对伊的态度啊，种对伊的制裁，伊基本上拢无咧管嘛。所以咱其实会来看讲吼，就讲对香港的未来甲前途，其实咱是。一定程度上是悲观的啦。就讲台湾会使做啥？是。目前台湾的状况是讲，咱的国际地位，咱就唔是一个国家嘛，咱唔是正常的国家，所以咱要去救援香港的时阵，咧身份是一寡重要的。OK。啊，第二个部分是讲台湾甲中国之间的关系，更较敏感。更较敏感的中间中，咱要去注意讲，啊那咱去救援香港的时阵。敢有可能有一寡渗透的问题，还是讲在这个界线中要安怎来处理？我认为讲这部分拢是咱爱注意的。不过，咱嘛会记得讲，过去台湾的戒严统治时期的时候，有足侪人对台湾的民主、对台湾的人权，其实拢有斗相共。是，所以咱台湾其实嘛会使做啊，搁较济。咱台湾会使透过联络、交通，互咱的香港的朋友一寡支持。第二是讲一寡代志会使做。袂使讲，咱其实这部分可能台湾社会嘛要搁较拍拼。第三是讲，目前咧台湾的香港朋友其实爱互伊生活稳定。OK， 生活稳定了，才有法度去思考其他的部分。这我认为讲，咱目前台湾人会使做的部分，应该是这。是啦吼，咱讲到国际这声援，台湾嘛是一个吼真重要这个位置，尤其咱遐尔近啦吼。啊，过去看到讲反送中运动的时阵，其实吼台湾人嘛是吼帮站真济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吼香港甲台湾吼，若是讲会当吼做一寡这个连线这个部分吼，可能会搁较强吼。咱讲这个力头袂安尼较消无去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正伫咧候选人吼，咱搁回过头来讲到这回这个选举制度的这个大改变吼，咱讲吼这个资格吼审查委员会啦吼，头拄咱嘛讲到，伫咧资格者吼，伊一定会当互你 DQ， 但是林郑月娥讲啥？伊讲毋是每一个参选人拢会审查吼，但是若是毋是安尼的话吼，伊佫会用着虾米这个方式啦？有人讲啊，这可能就是蒙头，佫再蒙头啦吼。啊，另外就是讲真正。就是这个咱议员的这个参选的这个这个议员降价啦吼，所以咱安怎来去讲吼，回归到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个部分吼，来去突破的地方有没有？我觉得突破的地方是相当难的哈，就是这个地方。刚刚你也提到说，林郑月娥声称不是每一个参选人都会审查。你看到中国的人大选举、地方人大、全国人大，他也这样说，你都可以报名啊，甚至可以给一张选票给你，你可以填自己的名字在中国的选票上，但是要刷掉就刷掉，把你抓起来就没话说。你要不要忘记，现在香港是有国安法的啊，港版国安法上面。如果认为说你不符合资格，可以随时把你抓起来。4种不同罪名要定你罪，多么容易？说你分裂，说你颠覆，说你什么恐怖，说你那个勾结，随时都可以随便插一个罪名进来。所以这个地方绝对是很难啊，去有任何的希望在里面。如果要选举，基本上是当花瓶而已。当花瓶不是一个邪恶的事，但知道自己是花瓶就好了。这听起来嘛是真无奈啦，但是咱讲哦，这个审查这部分哦，真歹去突破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吼，回顾过去，伫咧2020年7月时阵，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吼，真正就是针对着吼，你讲啊颠覆政权也好啦，还是讲吼，所谓无爱国的人吼，拢总会当有办法甲你抓起来。所以这嘛是催生着咱讲香港的这个民主无法度继续搁行落去一个真大这个原因吼。头拄咱一直咧讲这个反送中运动是安怎有遐大这个能量啦吼，啊伫国际社会嘛得到真大这个肯定。咱嘛看到讲吼，亲像一寡这个
影片，还是讲参赛这个部分拢会当透过这种部分去甲过去这物件去甲记录起来。但是即阵咱看到讲香港的 TVB 是50多档以来第一届无要来转播咱这个 Oscar 这颁奖典礼。咱头拄嘛讲到，可能就是因为内底有讲到咱的这个翻送中的这个纪录片Do Not Split 这个广东话怎么讲？不割席，不割席啦就是过不割席啦咱来看讲这个新闻报道嘛引起了真侪讨论，来先来看。虽然看到讲这个转播若是一转播落去可能这个片的得奖大家可能嘛会摇摆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这中共就是惊这款画面透过这个直播的镜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安尼出来啦这个中共又是咧惊安尼尔吗？还是讲国际这个力头其实因都无咧惊，为什么惊这个颁奖典礼咧？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中宣部指令 TVB 要这样做的。OK， 好，因为肯定是他怕的是说，要入围的那个影片都会说明纸嘛，可能放一些影片，之后如果他还得奖还得了，他要随时好像按照中宣部的会掐断那个转播嘛。那香港很难说现在掐断转播，不，索性什么都不登。OK， 那这个地方你看到一部是香港的不割席，我看过在网络上看到有些影片非常感动，就每一幕的那一些勇武的抗争者，他付出的那一些生命的风险、自由的风险是相当大的。第二个是赵婷，刚刚也看得到，游牧人生，中国叫做无依之地。那另外一部是曾国祥，少年的你。曾国祥这个导演是因为被有些人人肉搜索，发觉他跟女友在抗争现场出现过，就把他打压了。所以你看得到这些影片基本上不只是一部不割席，3部都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香港 TVB 都已经被党控制了嘛。中宣部指令不给播就不给播，可以看得到香港的情况是非常可怕。想想看，如果台湾有一天，有电视台自己不播那个奥斯卡，原因是因为说这些原因，你可以想象是什么一回事。所以自由很可贵，自由也很脆弱，所以一定要有很坚定、勇敢的守护。是，继续请教建中老师啦。头拄咱嘛讲到中共这款这个做法已经惊香港人民。过去呢，在透过电视台，我讲这个会当随时把这个画面切落长，但是这个香港可能也无这个机制啦所以即阵虽话讲，我连转播都无爱转播啦安尼这个部分那真正是台湾发生，会影响到什么咧？我相信台湾若是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咱的民众绝对无法度接受这政府就抗议政府一定抗议电话卡卡反过。咱看其实即届这奥斯卡的个颁奖典礼，其实咱看到的是讲，对阿强来讲，这是西方价值的传达，所以绝对袂使互伊有机会伫今年的时阵来添乱。上重要是讲你譬如讲咱过去来的台湾有金马奖，还大陆都有做一个金鸡奖，来做一个对抗。但是这个奥斯卡这是全世界奖项。特别是咱即届看到的时阵是讲，伊会惊这转播中是毋是有一寡伊无法度去控制的部分？比如讲，咱看到习近平其实是一个足无信心的人，伊足惊人偷偷无甲正面来甲学了。尤其伊上惊的就是讲，你伫背后来甲批评。尤其是伊用中共的话来讲，叫做低级红甲高级黑，就是用考试的方式来甲考，比如讲小熊维尼对。其实咱看到比如讲今年迄个中共要办奥运，这个冬季奥运当然，咱想象一下迄个是2018年的时阵，日本溜冰的一哥这伊得奖的时阵，伊的身躯就是迄个摕迄个维尼来做翕相。这对中共来讲，这款管束，这袂使发生的，这绝对袂发。尤其是咱知影咱尤其迄个不管是摇滚音乐啊，还是电影，其实因拢有迄款反抗的迄款感觉，对，伊迄款精神对出来。对，尤其对中共来讲，这个时阵绝对袂当乱。尤其伫香港这个所在，绝对是以习近平二次回归的这种政绩，所以对伊来讲，这个时阵一定爱好发尤其是咱看到中宣部这是专门拍马屁的单位啦，都是中央有安尼讲无？
伊会家己去想象啦，对，伊家己去想，想完了后，伊就是安尼做。对伊来讲，宁左勿右，这对伊来讲，这是较安全的。若是向一个色较差的时阵，西方的价值传递进来的时阵，对伊来讲，这是无法度接受的代志啊。所以咱看到吼，这奥斯卡伫香港，连安尼也无法度转播的时阵，咱也知影香港民主已经死啊，吼。咱嘛看到讲吼，过去啦吼，那刚才这个奥斯卡吼，伫台湾咱办这个金马奖，因就咱主动着这个香港艺人也好，还是讲这个中国艺人来参加这个部分吼，就咱看到讲。因对这款的这个手段吼，真正拢一直吼真贯彻因的这个想法啦吼，所以继续讲请教这个苏破啦吼，中国吼毋那是伫咧选举制度，伫咧文化上，伊嘛要进行你头脑这个洗互清洗互白安尼啦吼有影？就甲即个那个 Adidas， 哦，做侪牌子拢讲无用新疆的棉嘛，是，哦，所以即个就讲，做侪艺人就出来讲，我来支持新疆棉，哦，所以无可能以后会发现。讲中国的奥斯卡，嘛好考虑是安尼。咱讲自由阁足可爱，毋过自由嘛足脆弱。OK， 就说爱国其实是一个借口啦。咱其实看拢无100年前的毛泽东甲邓小平，因是爱国还是叛国？其实因嘛是起来抵抗嘛。OK， 为着一个信念，有一个理念，所以我认为讲，这个香港的例是对台湾社会一个最重要的案例，是讲吼。台湾怎无啥物空间啊？咱无法度安尼自己自助，袂啊外甲毋。中国甲台湾就是面对现实。中国甲中共就毋是咱台湾的 choice。伊毋是咱的选择嘛。台湾要面对就讲，台湾未来要安怎追求咱的理想，变成一个独立正常的国家。就甲桑普达都讲的嘛，就讲咱用香港的例来看，用台湾甲中国挖愈近，还是。无空间，是一条死路。是，那台湾要安怎行出家己的方向？香港人其实应该用因的例来做咱一个上好的示范。咱知影讲中国、中共、习近平，这基本上是无法度讲的啦，无法度谈判的嘛。伊嘛无要甲你谈判，伊就是要你行中共式的路，中共式的民主。咱若看清这点，其实咱就知影讲。台湾未来的方向应该要安怎行，要去倒位去 ？OK， 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香港已经吼真清楚甲足侪台湾人好，还是讲全世界讲吼，若是较活中国，因真正是无法度选择吼。过去回归了后，97了后，本地讲这个50年无要改变这个承诺吼。中英声明，伊嘛无家己信道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即回这个大厝的这个改变，这个香港选择吼，其实全球拢有真侪这个声音啦吼。另外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时定吼，有人讲吼，这个2020年7月时阵，原本咱嘛讲到立法会这个选举，因为肺炎的关系吼，延前一档啦吼。因为迄当阵就是看到讲反民主派吼，这个声势大好啦。另外看到2021年吼，咱讲3月30日的时阵，立法会选举吼，搁改期啦吼。咱嘛讲到成立这个委员会这个资格审查，另外5月时阵特别通过着相关的这个草案，香港选举。另外选举委员会伫咧2021年今年9月时阵特别来做一寡这个选举吼。2021年12月吼，立法会要来进行换届啦吼。2022年3月时阵吼，特别有新的这个选制吼，1500名的这个选委来去提名甲投票吼，选出第来届这个香港的这个特首。但是这无意外吼，拢是较牵强。这个亲中的这个建制派人来去做产生的吼，所以大家有影讲这个投票意愿真低啦吼。所以咱看到头拄仔咱有讨论到吼，这个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讲，就是要赶进前吼，这个习近平要3连霸这个部分，先请这个桑普律师。这个就是时间表的部分哈，就是你看得到它一拖再拖了。你看得到原先是应该要在2020年要举办的立法会的选举。拖了一次9月，再拖一次12月。那特首的选举也要定在22年3月，但是你不要忘记，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要在今年年底跟年初要举办这个选举？不要忘记，那个明年呢会有20大，就是2022年的那个习近平3连霸永续执政，要超越那个邓江湖，所以他这个情况要这样子来做法的话，他要比毛泽东与跟他比高峰啊，他要成为毛2世啊，所以这个情况，他又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障碍，排除一切的干扰，一定要顺利的3连霸，所以他定在2022年3月，甚至在
明年两会召开之前，要完全把它平息掉，这个事情它是不容有失的。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改到这个制度这么的畸形，这么的可笑，这么看起来又复杂又荒谬？问题是在于说，他要把整个争议完全用这一个方法来平息。OK， 那习近平那这个永续执政，在我的理解来讲呢，如果没有被政变掉的话，很高的，那他的这个情况很高。政变有没有可能呢？政变的那个风险，他就越来越怕啊，因为说越靠近那个地方，刚刚那个吴教授也说到了，低级红高级黑的情况很严重，所以他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啊。那所以这个地方他会很怕 ，OK， 越怕收得越紧啊。就是讲，这个习近平真正会惊吓吼，会惊吓的时阵，就会透过各种方式，真正吼，甲你锁案吼，互你无法度春秋的这个空间伫咧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咱头拄讲的这个香港这个改制选制这改变吼，咱看到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发表声明讲吼，这个中国是各方面改变香港的这个选举制度吼，嘛是对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吼，这个承诺。和这个本地要互香港高度的这个自治吼，直接的这个打击啦吼。另外，美国国务院的这发言人嘛批评讲，这北京安尼做，真正是对香港这个自治甲自由民主的这个进程的直接攻击啦吼。虽然这阵看到的吼，国际有这个声势啊，但是这个对内习近平是要惊，可能有这个政治的斗争，这个钱是下对伊家己来，所以国安尼缩安尼，所以这个政变敢有可能的？我是感觉这个可能性是足低啦。足低啦。为什么安尼讲？咱看到吼，伫这去年2020年的时阵，19中5全会的时阵，看到原本有7个常委吼，7个中委，结果有6个爱向习近平来做报告。照理来讲，这7个应该是大家平这公道，大家无啥大细的部分。是。但是你看到。其他6位的中委竟然是爱向伊来做报告，这确定一件代志，就是伊的权力定案。但是上重要的是，其实咱看到吼，这中央对于这香港的部分是完全无任何的信心。OK， 什么意思？我用迄款选择的方法，甲你全部改掉了。但是简单讲吼，伊对今卖的香港的少年人完全无信心。莫讲老一辈遐方面啊。伊即摆伊的做法是啥？其实咱看到吼，伊即摆中共伫香港的校园内底吼，伊这杀迄款国家安全的教科书，吼，为习近平讲一句话，要从思想要从抓娃娃开始抓起来，所以简单讲，伊对这辈的香港人完全无信心，但是伊寄希望伫后一辈的迄款香港人，会当要安怎爱国爱港的这个部分，所以。后壁安怎选的部分，其实伊即摆为迄个思想开始来掠，这才是上界危险。咱看到吼，咱进前的迄款香港特首迄梁振英，伊成立一个803基金会，这基金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家长吼会要去检举遐学校老师有介意什么本土啊、民主啊这个部分，伊就去做检举。因为家长无法度去做这个代志，所以伊的803基金会就是专门来帮这个家长来做这个检举，来做要白啊，来做要白啊。所以简单讲，伫校园内底后一辈这少年人内底，完全接受这个中国的民主，中国式的民主的时阵，安尼咱其实咱看到是对香港的未来，咱是感觉足悲哀的。所以咱在看的是讲。为什么西方这么侪国家，大家这么关心香港的民主？因为过去内底香港的民主虽然无讲介完全，但是总比今摆更较好。今摆这个中共改完了，其实互大家更较无法度满意的部分，尤其是吼对西方来讲，未来中共若是要杀伊的所谓的民主去全世界的时阵，安尼毋是天地颠倒病啊！所以咱看到讲，为什么这么侪国家对？中共安尼讲话无算话的部分，人情做一套，后壁过来落一刀的部分，这是非常感觉无法度接受的部分。所以即摆希望讲会当甲扭转来，会当甲挽，所以会甲安怎甲制裁的部分，我想除了美国以外，刷来欧盟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动作。是啦吼，这个欧盟这个部分吼，那么加邦其实他都建中老师吼，这个所讲的，互我回想到过去。
咱讲徛伫这个反送中运动街头的吼，真大部分有诶拢还未成年吼，18岁以下吼，可能有12岁、13岁，就开始做抗争啊吼。但是伊即阵为着要肃安伊吼，透过课纲也好啦吼，透过伊这思想改造也好，彻底要互你做一个吼。中国人，毋是香港人啊，吼，所以这真正介恐怖吼。所以咱看到讲吼，除了头拄也讲的这个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即个制裁力量欧洲联盟吼嘛，爱来发起着真侪种声音的这个甲中国来去对抗吼。实现讲过去对香港民主有一寡这个空间啊，是讲政治多元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因为这个选制这个改变吼，有咱家己的回应无？咱这个陆委会讲吼，香港民主派参政空间真正去用缩暗啊吼，这个高度自治被迫害殆尽啊吼，所以台湾政府真正痛心啊，显示着讲。中国是无咧行民主吼，是欠这个制度的这个自信吼，真正一国两制是一个大假象啦吼。另外，英国外交大臣吼，这个咱因的这个外交部长吼 ，Rob 伊讲啥咧？中国政府修改香港选举的制度吼，迫害香港人民的这自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这个 Price 伊是讲啥？吼，无看到讲香港民间议员吼。否定因这个自治的这个声音吼，欧洲议会议员吼，伊讲啥对北京的举动吼无感觉意外吼，但是袂当敢若无看到啦吼，所以嘛还佫透过制裁香港行政长官啦吼，林郑月娥甲其他迫害香港民主的人吼来支持香港吼。另外，香港民主党的这个主席吼罗建熙人伊讲啥改变选举制度吼，互香港民主空间一步一步是去用修案吼，民意代表。透过立法会这个发声的这个机会落降吼，党员参选的这个议员嘛减少去吼，所以咱看到大家是较悲观来去做一寡这个部分吼。上尾咱请到这个苏破吼，同款啦吼，嘛是咱台湾会当佫做啥无？咱头拄讲到，虽然咱有安尼这个声明，但是咱袂当互这个香港的朋友感觉讲，咱都是人水花讲就煞吼，有人安尼咧。批评咱啦，你安怎佫建议咧？我认为这就是吼，这个中共博歹叫啦，吼，所以咱犯难其实嘛袂使假笑。OK，其实台湾上重要是讲，咱即摆安怎来看过去，咱相信，还是讲咱的讨论的一国两制。吼，就讲过去有人讲一国两制，台湾就甲香港共款啊，其实嘛有你的民主，你嘛有你的社会，你有你的政治，吼，你有你的这个社会的生活上拢无啥影响改变。不过几年过去，咱用香港的例子知影讲，其实就不是这样。所以台湾社会若要帮助香港，还是讲若要替这台湾世界民主做搁较济，我认为上重要是讲，咱来保全台湾的民主制度。OK， 吼，咱来互台湾维持是一个会使自由选举，会使自由讨论、自由言论、自由表演一个社会。我认为这就是咱即摆会使替香港社会种香港朋友做搁较济的部分。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台湾伫遮。徛起吼，其实嘛是真重要。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过去咧讨论的时阵吼，无论是这个拜登吼第一场记者会吼，对着香港议题、对着新疆议题，还是台湾的议题吼，其实拢徛甲真暗吼。国际社会这力头一定是有的，但是这个力头会当安怎搁再形成吼一个咱讲对抗这个中国安尼民主，这个中国式、中共式的这个民主体系吼，真大这个。抗衡其实还有真侪种吼实际的做法，还豆豆去观察也是思考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回中国人大常会吼，咱嘛讲吼，全数已经通过着香港的这个基本法附件1、附件2这个部分吼，就是买手香港的这个特首也好，还是因这个选举委员会吼资格审查这部分，其实拢去用缩案啦吼。但是香港人其实也有国际。真大的这个支持甲帮助吼，伫外围啊吼，豆豆啊融入去这个吼核心吼，来去做一寡这个改变吼。所以咱遮吼真正佫讲到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吼，继续来为香港的自由吼，一定吼咱爱做回来去拍拼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吼，嘛感谢所有乡亲好朋友这个收看吼，咱继续来支持香港，挺香港，感谢大家，多谢。